科技真发达哦，即马现代人是一人一支手机啊，也毋过所谓性暴力的影片嘛是拖真紧。台湾电视协会甲 Meta 来合作制作一支所谓性暴力的宣导影片，鼓励社会爱来做一个正义的第三者，看到违法就爱勇敢来检举。如果这是你或你的家人或朋友的照片，你们还会这样说和传吗？你们知道你们的行为也正在伤害受害者吗？时代进步，所谓科技发展，即卖少年家是一人一支手机啊，传信息、拍电动、翕相、看影片，拢介利便，嘛致使私密影片世界流传。被害者的性影像若外流出去，咧传速度是真紧。台湾电视协会特别拍几支宣导影片，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做一个正义的第三方。卖甲影片点开，卖分享，卖下载，而且爱勇敢站出来检举违法的影像。希望说我们可以提升更多人的一个意识哦，那我们有效的不管是来这个成为正义第三者，来这个制止这样子的一个数位性暴力的一个蔓延，或者是说从预防面呢，我们更早的从这个校园的这个教育就来做起，来减少这些儿少性剥削事件还有数位性暴力事件的一个发生。咨询心理师建议家长，若是拄到少年人去互人翕私密影像，而且影片搁外流的时阵，唔通一开始就使性地甲囡仔骂，应该赶紧协助囡仔找方法，甲影片为网络顶悬摕落来。心理师嘛呼吁家长，平常时都爱去了解囡仔价值观，佮有交朋友的情形。可能平常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开放的态度跟孩子聊聊他的交友的这个议题。比如说，如果孩子交往，那可以到什么样的身体界限？所以你在事前，你可能就可以掌握或了解孩子的价值观。卫福部嘛指出，性暴力连同司法修正案通过了后，卫福部性影像处理中心目前接到的申诉案件，甲过去比起来明显有增加，代表民众对私密影片预防这意识是愈来愈进步，嘛变更较明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